代志上，尤其咱讲的，咱后仔后尾仔参时间，后尾仔早暗天亮，这拢爱学对无？今仔日要做一个坛主，你这些都不会，你怎么做坛主？你拢无学咧食啊，你免做坛主，你免做人才，你免了行功了完无法度。所以这基本的咱要学就是，你要早点先参时间，混合遐济呢？伊我台北咧教礼节，你敢知迄个车路行迄个军队，因两个一队啦，爱晓咱咧教。来背遮济，你这无好诶，讲你记会起来，我讲你若有心要来学，绝对记会起来。无我较早嘛袂晓啊，为啥物阮会晓？有心就会晓。所以家己调，我家己教，家己讲，家己鼓励。人伊参时间会晓，人伊早乡会晓，人伊办着咧节嘛咧学啊咧。所以有当时就讲，你透过咧学诶过程当中，慢慢你甲心定着落来。所以大学内底无共定睛安意着，甲心先定落来。甲心静落来，你就有法度去看着咱本来面咯，家己自己的那个真主人所以学道在日常，那日常咱好去家己学习，对礼节开始着手。因咱求到了头一个，就是讲代表10条台湾。你敢知影？来神求道人，迄10条台湾，迄拢免讲究的，你知无？迄原来是原来的心，头顶一个圆嘛，下一个心嘛，原来的心嘛。但是你甲相信心道真来求道。伊敢愿意入迄个愿，面都强迫动讲就对啦。拢勉强来入迄个10条台湾，但是咱真正毋知影10条台湾迄个用意啦，迄用意啦。但是咱了解，头前迄两项，诚心保守，10条台湾迄两项，诚心保守，实心修炼，受心忏悔。这两个就是显露咱的真心，咱若无这两项，后壁你无法度。所以迄个爱保持，求了道，咱爱好去家己保守。然后日常生活以礼节来着手，慢慢进入了，咱行着信仰迄个法度。慢慢进入信仰法度，就是讲你对神道亲，然后你来参加礼节，参加培训，像咱即马。台北有所谓的中心路条，每年都有4年的教育，从主体性规班，然后提升到4年教育，从4年教育的提升讲信班提升到慢慢比咱圣人来接受培训。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系统的教育，你要培育人才，无遐简单啦所以学道咱就爱日常来学。因为像即马要读经会教，因若普通时阮有参加读经啦，就是暗时把读经的培养，慢慢去培养读经的习惯，你知无？伊头拄仔讲的学习，就是爱看册，看有内容的册啦当然你要有选择性啦，毋是即马册嘛，咱无啥呢。较早讲迄册剧诚济呢，咱要看册，有的人讲册买着，不过3分钟就困去敢若爱困药啊，足好困。其实着看袂落啦，但是遐有用。所以第2项老师讲的，修道要修心，修道要修心，迄粒心足歹修呢。讲心猿意马，你知无？足够拍。咱就要比一个啥物叫做真心啦，咱咧修迄粒心修咱的真心转来乌梦写成伊啦。在座的人迄心你敢知影偌好拍？有的人拍转讲我衫裤还袂比啦，我倒遐要怎？你的心已经一拍3000里对外口出去啦。我来写伊，我问你讲，当初今来写啥？我毋知，为虾米你真诶叫走去啊？你有一个巴体，一个假伫遮，目睭金光光，着咧看我写伊，为虾米问你讲我毋知影咧写伊？你毋知影我咧写啥？所以迄个真诶叫走。但是咱嘛袂感觉诶。
哦，迄个信念去互走，咱无感觉。所以有当时啊要修迄粒真心倒转来，无简单啦吼。啊，当然在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讲咱来参班，入班老师甲咱讲呢，每一班拢有伊的事情，每一班的讲师嘛拢无共，启发的人嘛无共。有当时啊，讲师伫台顶讲一句话，我受用，我转来用伫我的日常生活，帮助我的家庭，伊会当顺势啊，好落吧。哦，这对我来讲，有当时啊听2点钟，你拢免学着这啦，一句话就好啊，你就受用无穷。哦，所以咱若有班，爱倒来参班。所以以后拢要求讲，若会当啊，有班咱拢逐班教。这是学校的目标，你知道？哦，因为学校为什么你看台北来到新湾山，这所结实。这若无记得，我咧总招甲我讲，我要以你为荣，你做榜样。哦，今仔日咱读高班，若要讲学习的无学习啦，因国校毕业你学使啊嘛。哦，若无即个平台，咱嘛无机会啊。人去来训练，较早我细汉，阮妈妈讲，人拢叫你大牛，袂晓要问嘛，你讲话含慢啊，佫歹势啊，畏小人啊，敢若大牛的啊，袂晓要甲问。哦，但是高中有这个平台了后，慢慢训练，咱伫台北训练偌久？20档。我咧指导讲师去台北甲阮带20档啦。你爱看20档要磨一支剑，磨来甲因今年甲阮死头路啊！你知？伊讲伊无爱来啦。哦，为虾米？因为讲大了。哦，我身体嘛，年纪也济啊，我的班嘛。足足济，所以恁台北这个班，我就是调，明年我就无来啦。毋是退休下，我搁做健康陪仔做。本来我担50斤，我即摆剩40斤就好啦。若无我下路行袂动啦，行袂久啦，所以我爱保持我的体力啦，保持我的有当时身体健康嘛足重要。所以我昨奖训班教阮死头路就对啦。哦，讲明年无要来啦。当然，恁着家己去想办法啦，看要请啥物来。所以伫遐咱就感觉很不容易，着想讲要甲坚持，伊死头路嘛，人讲爱互伊一种成就感，我着悄悄的要甲伊犒赏啦。当然这搁在讨论当中所以咱老班爱搁出来，咱讲德在性上。你的刚得力了，你都回归到你的本体，自信本体那个良心。你莫讲话，你拢回归转来，你家己迄个真主人的良心，归伫迄个真主人的身上。刚得力若是拢讲外口批评的，人讲得力有初世语言嘛？你讲的拢外口的事物，有形有相物件，迄拢讲无着道体啦。所以讲道要在性上，咱的心性中，心甲性，当时心性中，心迄个灵魂，咱的灵魂啦，有当时咱就要去甲深入甲研究。咱咧讲道理是叫做心对无？三体一贯啦。但是咱甲想咱迄个心内底有真心甲妄心啦。真心甲妄心，伊嘛迄粒心啦。你真心走，迄个妄心起来，就叫色心做主啊。就去互拖迄无能做啊。迄做做呢，迄做孽呢，咱毋知呢。咱煞互迄个假感拖咧戆戆说。所以咱即马求道了，受水止了，咱找着咱的本性良心。咱咧点着的时阵是点啊？主要点着是讲。一直中央会什么？会你的真主人啊！你找到你的真主人，还叫做明心。明心之后，便要见性。你啊看，你知影讲，咱有一个仙官，仙官就是咱生死出入的门户。门户对啊入去叫做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人入宝山，你空手倒转来，甲找咱的真主人转来啦。迄个是甲咱讲，讲道爱在性上，真正有真正的深度。安尼对咱家己爱修行，就会更上一层楼。
哦，对于咱家己在修行过内底会足快乐。哦，你无啥物烦恼，因为你真正伫内底会当得到你的精髓，叫做良心。只要你做代志无离开着良心，你自然就是了了分明，就会清楚。那凡道在道场，其实今仔日就是有三则大较普渡，在这道场，咱才有道人咧办呢。过去咱无道人咧办呢，所以咱即马足幸运会当有道人咧办，互咱会当行功立德。也修办道内底时间，互咱有机会来了愿。咱是有咱10条大愿，后壁念就是讲，愿不能了然把相还。愿若无了，你要甲雇佣，当然是有困难啦。所以你要建功立德，你要建功立德啊，你才有法度有迄个资粮当去国家用啊。所以有道人办，咱爱感谢天父赐德。若无道人办，咱无行功了愿的机会，嘛无了愿。你就无法度转去吼，所以当达到受访的程度，讲道有言，既然有言的，咱爱开喙，因为有人讲啦，天天来讲吼，喙若开，道亲就规大堆，骹若行，道亲就满山遍。这毋是热天的话尔，真正讲的就是讲有它的含义在啦那么咱行道在道上。其实，咱对办道行道过程当中，你看咱迄个日本的迄个广念安全，其实伊安尼去弄，我拢想无呢。伊共弄互人放狗出来咬安尼，咱叶口去感受啦，咱叶口都真济过啦我免保险去同济啦。你敢知影？较早保险，若咧推销保险，拢去用扫帚补出来，你知道吗？我们不认同啊，但是即马无共大家意识慢慢有这个危险意识，叫做风险管理。那么后来去考证书，你知道？我去考人寿险的证书，我去考寿险的证，产险的证书、投资型的证书，我拢考出来。考出来不要做啊！要安怎做？去学啊！所以从学习当中，去用看冷水啊！我其实学这个主要就是讲爱去，他对我讲的爱去说服客户。这个产品有啥物好？其实咱个扭转过来，咱的道足好对无？道很好，不过都道无人啊，讲人就无爱信啊！你要安尼去人说服，道很好。这样好咧，但是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啦，无一定的方法。所以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共，所以每一个人的境遇无共。你有你的家庭，我有我的家庭，你的环境不一样，你接受的、接受的人嘛同款。今仔有言的，我讲，他认同啊，认同伊就买。今仔日咱去道人同款啊，我甲道推销出去，有认同的伊会缀我来。毋过我看迄嘛是人讲的爱有缘啊，若无迄个缘，有当时啊嘛无法度呢。你讲啊天花乱坠，人就无来，一直甲你排除，一直甲你排除啦。讲道，因为外口已经足济线拢咧推广道，那道有当时啊就是讲一间学校啦，内底嘛好学生嘛歹学生啊，有当时啊，好学生就去互歹学生影响。当然咱离了就了解了，咱就照咱的方式去做。有当时咱即摆讲，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绑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贪求的太多，我们要的太多了所以伫行道内底在道上，咱咧行甲三足之了道。人讲上道祭天仙啊，因为即摆包括土地公就来求道啊嘛。那文化的众生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有缘的，咱来去甲道，包括阴曹，咱会去比如讲咱的祖先要甲超度三草的了度，能够做到这样，当然要有功德啦无功德你要超度你的祖先是困难
来学伊个4个赞词，咱就要甲咱做一个解说。咱学伊头一个赞词叫做毋知影毋影，第2个赞词叫做知影毋知影，第3个赞词叫做知影知影，第4个赞词叫做毋知影知影。边仔佫一台脚踏车，你有看无？对哈，伊着即个脚踏车，头啊，迄个不知道的，看了这个脚踏车，我嘛毋知影脚踏车啥物作用啊，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何况讲我嘛袂晓骑，我不会骑它，不会用它，就是不知道，第一个层次。第2个层次就讲知影。因为有人甲我讲，迄个脚踏车啊，迄个交通工具啊，毋过我知影啦，但是我袂晓骑，所以知影毋知影，还佫袂晓骑。那知影就讲，我知影这脚踏车我学骑，较早我拢三脚行啊，因为迄脚踏车吼叫做母车，足大台，我囡仔细汉，用三脚行啊去学啦，拢后壁绑一支本担，所以爱学，所以。开始就学骑脚踏车，因为我知影这是脚踏车交通工具，我搁咧学骑脚踏车，知道第3个赞词。第4个赞词毋知影，迄是用意识去咧学了，但是我已经跳脱迄个意识，伫潜意识内底，叫不知道，我已经学甲足厉害啊！骑脚踏车骑甲足厉害啊！毕竟我本顶诶。我骑车比赛，我迄当得顶，所以我的本领，我足爱骑脚踏车，脚踏车衫来我就会晓骑，我要去倒我足注意。所以咧，潜意识就是讲，我已经足够骑，达到迄潜意识，我已经惯我，只要脚踏车衫来我就会晓骑，所以不知道，迄个已经路尾顺境啊，知影我足够骑，但是就是你爱家己内化，今仔日。就啊，请咧问讲这道真哦来参班，今仔日讲师讲啥？我拢甲问，伊讲你听有无？伊讲有啦，我听有。你会晓讲无？讲无咧，讲袂出来，为啥物？因为他没有内化。今仔日就咧讲哦，你听有无？有啊，但是你会晓讲无？为啥物讲无？你无甲消化变你的物件，你若消化变你的物件，你嘛会晓侃侃而谈哦，你嘛会晓讲啊，你可以讲一套给我分享所以第4个赞词就是讲，你家己内化成为你自己的东西若安尼，坦白讲学习的迄个境界较高，然后你得到同款，你今仔日要学讲师，你嘛爱甲别人的优点学起来学起来，你拄仔我讲的，爱家己善用嘛重点的你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创新嘛你甲学起来要加工再做熟能生巧。像有些人在做生意他一直在变化变化他就有特色有特色营销用的好所以就是要把它内化，就是了了分明。把它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它的重点嘛再来，层次不知道，因为咱毋知影道会好，但是咱听道理了后，知影讲，道真好。你看咱二手大仙，头一天求道就想要食菜呢，你讲道哪会真好呢？所以你甲想，迄个根基有好，伊嘛无捌字呢。伊咧讲道理拢硬练的，人讲神感动天硬练起来，所以知影道好，然后道好了，咱听道理，咱爱家内化，家吸收以外，今仔比如讲，咱咧读六祖大经，伊拢无去背啦。六祖大经嘛是六祖大经，迄本册嘛是迄本册啦，人背起来，迄变伊的。你若无甲背，迄毋是。嘛是六祖大经背起来，迄就我的六祖大经迄就毋是一本册然后了后，咱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得了成佛。你会晓讲吗？你家内话，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
除了成分，落化了你去来感悟啦。但用此心资料之后，一条心叫做一心，叫做咱的真心啦。大家讲的是讲台湾的诚心迄个诚啊，诚者我都感动天啦。咱若拄着，就要讲一个。我即摆一个朋友，即摆是交病嘛，最就是讲，之前啊，就前几个月，阮小弟去新湾山看电线，伫迄楼梯间啊，咧扭电，我叫挂落来放掉脑，爱开脑。开脑咱就讲这紧急啊！点文书甲许讲，你爱紧联络，因的阮小弟仔因今日是会去签切结书啦，因咧开脑未了，你爱签切结书，就是讲若安怎，就是你要自己负责啦，医生没有责任啦，爱签大家开啦，但是真正足紧张。先开，甲去补签啦，无就真正诶人就要巧伊啦。头仔去清醒，后壁去无清醒，就是慢慢过咧老伤济啊，就无去啊。所以你若像咱来求猪鼻头，如果你诶心若无够，你有法度感动天？毋是逐个求猪鼻头拢有效呢，心若无退出来效果无稳诶。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求猪鼻头时阵，真正迄个心足紧。是安怎有诶求有效，有诶求无效，原因就在于此了。你的诚心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啊。第三，汉语的日神意三功夫啦，叫静观悟，这是三个赞处。对咱开始静心，来关心。来磨咱一粒心，这三步的功夫啦。汉为道就是顺利三功夫，第一个部分叫做静，以魂摄中，静心平气，不将亮以静，观以静心中，观以心念的起落以止，第三个参数叫做五，以观照中，体悟自性的本来以入道。你甲想，伫即个过程当中，咱的心作乱的时阵，即个做啥物拢唔对啦静心平气，不沾染外口的物件，袂去不要去沾染到，但是咱拢爱攀缘心中人，疑心中人，一定会去沾染到很多不好的东西咱来甲伊克制，所以学校咧学易经的时阵叫做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五行可以相制然后五行可以去化一些不好的东西，叫做五行的相生相克，生克制化，这是第二方面内底相生相克，上侪有啥物咱拢看咱的阳宅，有诶安尼凹脱镜、凸脱镜那种，外煞、外煞，你要去避它，要克制生克制化，最重要的是你有法度化掉。所以咱道中咧讲的，你要把你心中的结化掉，你心中的结没有化掉，你没有办法达到清净所以爱以结。后一个步路就是咱爱甲伊结。那我们来看内容。汉为道在分析中静心平气，不沾染而止。咱甲看左手边，迄杯水是落的。咱也知影讲落雨来，咱的面孔里外口渗水迄个水若落的时阵，咱甲伊放的坐清叫坐清。停凉迄个垃圾就沉底嘛。所以你看右手边就静啦，清水若清鱼就淹嘛，水若落鱼就滚化袂。但你看，咱的本体化袂，咱的良心化袂，咱的本性化袂。但是迄个才是真正宝贵。但是咱拢看好诶看有诶
咱看有对，咱要去相信；看无要相信。所以你甲看，有当时啊，咱看海水，以咱的本性来比喻叫做海水。海水深的时阵，咱的七情六欲起来的时阵，波浪就起。白白是水哦，下骹深的水是清澈澈，100公尺落去的水，你若潜水是静的，但是顶也是波涛汹涌，就是咱七情六欲开始，迄个心念一起，咱的波浪就起啊。你这个波浪就是很多的起伏，你的心如果起伏不定，你就要把它治。但是最主要就是讲，有风来，迄水到涌嘛，叫做风涌嘛。就是讲，咱的心念若起，迄个波浪就起啊。所以咱来看，即个水，依照即两杯水来甲咱讲，你爱甲心静落来，把迄个气，真的把它平下来，那不沾染，以治。第二，以分析中情心以不沾染，以治克制。在咱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阵，咱要安怎克制家己的私欲？咱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欲望哦，包括圣人嘛有意哦。但是个意是我要安怎去度人迄个欲我要安怎去做利益众生的代志迄个欲。但是咱世上人拢以我迄个心，我为着要即项物件赚较侪钱，我为着要去赚钱，会当赚得个钱家己，迄嘛是一个私欲啊。所以咱要安怎去克制咱迄个私欲，无应该。本来这就是我的，比如讲，我们到菜市场，因为最近阮太太拢甲我讲，迄菜拢互你买，所以我透早拢去买菜，买水果，安尼初15拢我来买水果，拢去大市场买迄个微箱的水果啦吼。你敢知影？因为咱看迄水果叫做黄金的，你知无？黄金啊，佫有一个特质。咱叶仔拢去买套子，迄1箱22粒，迄足好食但是无俗啦转来阮孙拢足爱食啦，就讲迄个阿嬷拢摕迄个黄金的互我食，很好吃所以阮拢买迄个较好，较好转来食就讲你要食较好个你着买较少个就好啦咱以前买1箱22粒，咱转来拜拜。我会当做不了盘嘞，拜拜才来食嘛所以咱要选择那个东西好的，所以有当时讲好的，咱拢想要歹拢无来。但是你敢知影，咱要送人的物件，拢买足好的，你知无？若要家己吃，拢买较歹安尼啦，较俗的，较强，叫做严己利人嘛。对人若要送礼，拢用足好，水果拢买上。但是上贵的无一定好啦，水果行卖更足久啊。你若袂晓买，嘛毋知好啊歹啦。所以看去到伊讲烂掉了。我遐济钱去买迄个水果加去送结果烂去。我嘛毋知呢。人客甲我讲，你送迄水果烂去呢？我当知影讲后摆买水果要足注意。我开足济钱，结果买物件是歹，因为你无透去看，你也毋知啊像叶仔去买规箱的糖果共款的，有当时画较无老实的做生意人，内底甲你，人讲人面顶也足水啊，下足歹，顶大粒下细粒安尼啦。后尾我就慢慢去找迄个卖水果的较老实，后摆拢家己买，较贵我就家己买，人去品质咧讲，卖伊就讲俗结果买转来。真正内底拢细了，无就烂掉了，迄咱就无啦。所以以下咱来克制我们的心量，克己复礼为人，这是咱空老无助一天突业一个人道。人无简单做啦，为虾米？今仔空老无助，它主要的核心就是推展人道。人就是讲咱的人。就是仁慈的心，我们要去培养。但是重点就是该推广你推广人，你要以礼。
以你做出发点，你待人很有礼貌，人家看到你彬彬有礼，愿意跟你做朋友。客气就考着家己，所以即摆道歉哦，唔咧学哦。我听讲啊，咱道歉哦，足欠，足欠就客气嘛。欠我家己啦，哦，爽着别人咧，哦，有当时来讲，我们客气要富礼，礼节爱重节啦，哦，迄个礼爱重节，然后为人。有当时咱感觉迄个字，安足无啥吼，不过你要看讲老祖推广2500年，他的人道一级棒的，而且非常独到，哦，今仔日有当时来讲，尤其咱道中。真的推展这个人力，真两个啊，人啊，礼问甲义咯。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咱会当随礼，然后入门，了义做咯。哦，礼为门咯，义做咯。会当直接来深入，真的做出来。今仔不是要讲的，王阳明讲的啊，知行合一哦。你听有人咧讲啥，迄是咧甲咱教，但是咱爱落实去做。落实的就是咱直直走。咱今仔日讲你得到什么？你清清甲咱讲，我们虽没得到，实无所得。虽然今仔日讲着得到，咱无所得，你得到啥？真正得到就是得到明师一指点。你还知影呢？甲你报，你本来就有足的啊。哦，迄是你的真主人，报你知影你有一个真主人，你咧才是定。啥物叫做定？天天讲到实无所得嘛，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宝，玄关一窍，它是一个生死的门户。因为你找着真正的真主人，对你绝对有帮助。因为不管你咧做啥物，你厝也好，以咱的职场也好。你拢摕你的真心出来做主，坦白讲，以人为出发点，就是礼仪。当时做生意我看迄小姐足够做生意礼数足够的笑眯眯，有当时人看到这个店的头家呢真正是笑眯眯，真有人缘呐。所以讲每个老板有的人一头出国，你知道，我就是要来甲你买。因为做人足好，自拢笑眯眯。来恁遮无迄个面臭的啦所以有当时就讲咱甲礼去甲伊显露出来对咱家己修行都绝对有帮助啦第三，为着利益审议三公，以静心中，愿其信念的记录一致。其实咱第二是观，所以看是外口观是回光返照，叫做翻观主角，照相，照咱迄粒心，迄粒心念的启动，起落啦，迄个起落，咱后仔就指一个后仔的故事。有一天，后仔安尼对爱国中队，我得10000块咧，我得10000块咧，足欢喜咧。要去个邮局领，你知我心情甲迄个发票摕去要领10000块，迄个心情足欢喜对无？咱后仔去领，如入去头仔问来小姐讲：“先生，你的发票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不是。”当下越看越心情真快乐。本来想讲对着10000块欢喜到要死，即马无咧。讲我安尼把花来看着。迄是顶个月号码啦，你摕一个月对顶个月号码，伊才要你领，所以当下那个心念就掉下来，从上面掉到下面，球有没有很大那么后仔有一间去收钱伊讲你来收现金会发偌济？10万，后仔去收你知影一半人穿甲真好，10万就到伫迄内底你知影？等下徛来，讲钱哪叫飞叫人认真嘞，转来要交阮某讲3分钱讲10万块嘞，后你我着地内底哪会无？伊就无拉咧，无甲拖起来啦。
哦，安尼3摆，你看10万块就买伊啊。啊，你要讲去找甲找，人捡就捡伊，你知？啊，10万块敢有啥哩命？嘛无咧。准人捡伊，伊要自我的，敢有遐讲伊无影呢？所以钱无啥命。啊，你嘛毋知号码无你，人若摕迄个跑数讲无你的钱几号，嘛毋知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讲。而即个当下，我收钱当然足欢喜啊，要交阮太太啊，啊结果无去，迄那个心念的起落真的很大。这是拢好势，但是还佫有好足济。你啊看咱许啊徛倒来，因为逐工若上班转来就是囥咧零钱卡，啊转来拢无位，拢囥咧走道。阮遐拄好后边。警察来拢开我的台。连续我接到红单的时阵，连续接3张的。我就想讲毋知囥伫遐，大家拢咧囥啊，我囥伫遐应该无代志啊。红单来啊，600块了，你知道？第2天佫来1张，佫600块；第3天佫1张600块。小学去我标，你知道？大家拢咧摕，为啥我着去发？你拢无发？我去甲里长讲啊，伊讲你都无倒来无位啊，囥啊，无位价啊，位价伊就足少啊。你哪买啊？心内想想，佫甲迄个时段，你知？3天开3张，我接着红单我毋敢摕来知？我着去摕迄有价位啊。本来想讲无要紧啊，即摆你也想，那个钱佫离开。该要支持，叫我来去伫迄东西迄边，要出去，你知？奇怪，遐排线，遐共交的，迄后壁迄剪纸单人甲你翕起来，你知？佫了3000，所以有当时当下，迄个心念的起伏真的很大。尼连续但拄3张千块，佫3000，佫4000块，1个月佫红包包4000块，叫真解。心内迄个起伏真的很大咱也是，咱去甲里长讲，里长伊讲无我甲你申诉啊，我也想想讲我甲缴的好，毋免拄申诉麻烦啦迄代志可能没那么快解决啦，所以心就甲记了，我达袂就好啊，就煞去，后摆心危机啊，然后袂停啊，所以这就是许啊的小亲身体验的来查知信念的启动，就是拄仔讲的中奖嘛然后即马咱讲一个实例啦，有一个阮有一个朋友，一个小姐，嫁翁生囝，伊讲我嫁这个翁真好。因为真乖啦，佮住伫迄大金公司算讲头路袂歹。咱头一体迄阵咧生爱开刀咧，我生袂出来咧。翁咧上班大金公司上班本来咱若做翁咧，拢会请假要去陪太太生囝，对无？因无爱要生去家己去安尼啦。要破房诶，爱翁签名诶，翁无用啊，伊也毋参伊要安怎？叫伊诶小弟去签名。生头一胎也安尼，生第2胎嘛安尼，足切心。加到这啥物翁龙凤翁是安尼遐贤趁钱但是拢无要顾家。头仔嫁着讲足好啊，因家世嘛袂歹嘛，真好囝嘛但是拢陪家己，因翁那领去就是去买保险，你敢知影？保险买足济，拢叫做储蓄险因为有去考证照，所以知储蓄险就一定欠物件嘛欠的就免搁落的所以袂要紧，一世人人讲的讲趁足济钱，当然食头路嘛，要趁偌济嘛有限啦。伊讲到退休领3000万啦。3000万，你讲退休了，你的身体你着糖尿病，拄着高血压，啥物病拢来。3000万，你讲外口开
有人讲足济啦，我反正一世人我赚无3000万，但是有当时啊，等候你要开的时阵，嘛毋甘想要开呢。咱敢知影，咱就要讲一个典故。即摆人有钱，我来叫下港要一块土地，起一个农舍，迄个农舍叫做别庄啦。迄个别庄坦白讲，起甲足无偌。我记遐唱歌足好啊！你敢知影？内底是毋是咱起甲足好偌嘛？代表我足有钱嘛？外底我内底拢放黄金，你知？黄金是样物件，所以咱今仔日咧修学道，就是要甲咱的迄个道，咱地地方要甲减，甲你话讲减加法，即摆要减要减就是讲甲咱的心爱落去空，咱对空对无要求嘛，我生落来无嘛，但是我已经趁钱变有嘛，有要搁回互无？这真正有当时若无咧想起落会很大我有钱用无钱，迄个起落遮大，我真正会受不了。有钱的人用三甲了几了，迄个心起伏有大足大，因为我著好过啦，有车人驶，有豪宅人住，雄拄着一个经济难的时阵，我著拢无去啊。于是当初拢无去，拢无去，我会足艰苦。当然我好命，我是用无去，我当然足艰苦啊。所以迄个心念的起落有大足大，但是咱若无拄着，事不关己，交我无关系。无关系，你袂感觉安怎？若是交我有关系，好，我起落足大。我的艰苦，你我都体会，你体会不到了这个是我们去查解我们的信念的一个启动。来，有情心中关于信念的起落依止为什么咱拢听讲心七分以稳定暗有动机来语啦但是晓得好甲比啦。暗有动机排伫头一个，你甲迄叫做原理为什么？咱的意念起来时阵，迄个动机起来，起心动念迄个动机起来，振动起来，袂动，要动毋动起来，迄个心念，咱有法度去甲压制。咱晓得伊一个故事，咱讲出啥讲？咱带去保险公司，今仔日有当时来招这个讲来设计一个，你知道？毋知影讲这领衫足水，因为阮太太出去，我讲这领衫袂歹，伊讲偌济5万块尔啦，无偌济啦，要甲刷落，刷落无钱无钱，等来揽嘛，因为刷落去揽嘛，信用甲刷落等来揽嘛，所以有当时讲若无钱，你的起心动念，你领衫5万块，足水，我足想要爱。但是拢挂掉了，毋过无钱刷袂落来，转来袂困的，你知影？为啥袂困的？我若想着迄领衫遐水无甲买，转来艰苦有当时咱讲无要紧啦，等有钱再来买。有钱人就买去要买嘛买袂着啊。人讲迄当年无钱的，哪迄领呢？所以迄着去互绑掉。但是你甲想，如果你若真正无钱，想要爱，起了迄个贪念，无咱来用偷的好。迄个贪念要来偷迄个念头，若起起来，你有法度甲迄个要偷的念头，甲压制落来，功夫呢？但是咱有迄个功夫无？现实的功夫呢？咱若无，咱哪有法度？后壁身身份以稳定，你看袂到。但是咱的身份。咱讲四身份内底，咱欠足一份，心中有物，你很难革除，所以咱来革起心路，迄个心身份以稳定，要安怎去敬虔，叫做圣。而咱暗时咧困的时阵，拢无人知的时阵，敢若有一个故事甲咱讲
比如讲较早有一个官员，因迄个朝代就是拢有迄个学生嘛，我来推荐迄个学生去做官，就感觉这品行袂歹，推荐伊去做官，但是伊讲好我的文书所以我转来我就买一个较贵重物件来送。伊讲嘛无安尼唔好啦，送伊人毋知要爱无，同我摕迄个黄金要你送，要送伊老师，老师讲我一生足清廉的，我袂爱买迄个物件啦，伊就甲伊讲啦。伊讲老师无要紧啦，即马也无人看你甲收落来。因老师讲我咧甲你推荐我连准讲你知影我是个性就是无要爱迄个物件，无要贪别人的物件，你摕迄个送我，所以有愿意伊就讲伊讲今仔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伊即个心念袂记，即个我爱家把持住啦，所以咱要坚持咱的正念。咱的正见，咱的正思，有当时就讲咱把持不住，咱就有可能陷入那个深渊啦，所以有当时有一个意念就讲，查甫的嘛，因查甫人，他们讲看到查某水的查某，迄目睭拢瞪足大蕊，这查某足水，这查囡仔足水，足想要去追嘛，伊看到水的小姐，气质搁遐好，人想要去追，迄个起心动念的时阵，你甲迄个要去追迄个心念，有法度按啦，有诶是，外口看好好，一蕊花足水呢，有可能讲到歹听，我看表象，迄个表象，气质足水足好但是规身躯病有无？有呢，规身躯的你敢看无是看无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对就是讲本来想讲得到宝，你知影？毋知影讲抓倒来，你爱真正互人爱甲服在一世人的，你爱陪伴人一世人，你敢法度？所以想着安尼，你爱会当甲伊动起来呢？迄毋是我应该爱，所以甲伊合作啦所以咱爱好去甲伊。关照迄个正事，以精神中原地信念的起到一致。第三个，察觉家己学能不足，愿动心忍性，动心忍性，精益其所不能。其实伫遮咱许讲到一个事例，咱许在旧年，因为咱弟弟开食品公司，请着足侪即个外劳。就去拜访阮弟弟，讲这外劳带来求道啦因为来求道上无嘛，讲会当伫即世会当来带你研究，会当来得道，然后就讲好安尼，甲约一个时间但是阮小弟要求啦，讲三八讲出来越南的，因为外劳拢越南就是爱叫讲三八是越南人来讲，因听较有啦。无你爱叫翻译安尼啦。伊讲翻译可能请袂来，无你请看咧讲三八越南语讲书啦。那后续呢，透过我们的点人师，透过秘书长去找一个阿姨填写，伊越南班的迄囡仔，拢伊咧带较济，所以伊去找迄个越南会讲三宝的讲师，就甲伊请，请起来了，又爱去载林邦桥遐啦，伊拄好越南班，伊就拨一个出来讲三宝，咱这边嘛是道亲带来，约个早11点，免点倒，我就爱去负责载工书嘛，工书载，咱就去邦桥载。那你车顶的时阵咱就惊那个越南的讲师又聊起来，聊到我的阮兜的时阵差不多20分钟这20分钟甲伊聊到他来到台湾，嫁到台湾来，第一求道的时候，因为讲
伊迄阵伊也听无啥有，所以虽然过来台湾，但是伊讲伊听无啥有，讲三宝伊听无，听无你敢知？因为尤其江苏咧讲三宝是，那个不能讲，袂当讲啊，人家讲你得三宝，三宝你着袂当讲嘛伊就听着袂当讲三字，不能讲，他有心中有疑问疑问。 他没有动，他就闷在心里。再有一次又渡人来求道，第二届讲书讲三宝，会讲到三宝了，伊听原来伊的疑问就解啊，你知道？迄个三宝袂当讲，就是讲第一关玄宝，第一关玄关，第一宝玄关，第二宝高关，第三宝合道。这三个宝贝你袂当讲爱听有。 第二届伊听伊讲原来迄个疑问就放落来，那慢慢伊就对道非常的进入投入。都有一届丹凤遐有一个越南班，但是咱台湾的讲师去讲，无翻译因为越南要听爱有翻译，叫伊去翻译。翻译了头对道嘛无啥了解，但是伊就是甲翻译，翻译嘛袂讲解好，但是经过2年了。 伊就足伤心了越南当初就是开始导因妈妈、爸爸对越南来佚佗导来台湾祈祷。那慢慢亲入道讲亲到足好嘛要导因妈妈、爸爸来请教，但是离要导妈妈，搁带第二次，因越南嘛爱招人去过来嘛来遮求道，然后请教但是拄好听讲请教班。 结果妈妈伫未清考班的日子到，煞发生了车祸来死亡。因为越南的交通规矩无改好啦，我常听着讲发生车祸死亡的真侪当然伫遮咱感觉讲很可惜他有心要度他妈妈来求道而没有办法如愿。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伊开始认真学习对。 三宝开始有讲做工书，他就发愤图强，然后有一个心态就是讲，因为伊去打工拍摊就1点钟，即摆才180块，爱有一间请的100块，但是伊选择100块去赚100块，就爱赚800块以上，因为100块一间，只要伊若有代志，比如讲道中有事情要他去翻译，要他去讲课。 他都能够走了，这800块完了，时间都叫绑掉，伊讲我选择100块就好所以他生活也是很艰困你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他发愤图强，他很花心，所以你丹凤遐有一片天的越南的，所以这届去越南，就是苏美苏进的田伦生的去越南点到，拢都点25种，然后被请靠。 他们渡了人，就当天就亲口人所以有当时来讲，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能够在这种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来进道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从中咱都听刚师讲，我们要行功了愿，我们要渡人能够有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父母亲、妈妈发生车祸回去的，那需要功德，就赶快赶快渡人，所以他渡了很多人所以你这边他知道他的环境不好，他的学习能力也不好，但是他愿意去在这种不好的环境当中去克服困难，遵守一起困难，这个有困难一般人是做不到。我人家赚800块，我那边赚100块所以在这边他的真的能够去体悟到道的好处，然后众生经法，就是讲咱的佛理内底有一条叫做众生经法，他就落实去做。所以在修道过程当中，重点都在实践，咱免去做。咱嘴也要讲，光说不练，因为脚无行，真做以前心中原地信念的祈祷意志，伊就四种道性。伊有一句讲，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怀。其实咱来求道的时候，咱要知道我们的方寸宝瓶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眼横鼻子的正中央嘛，那个叫做玄关，就是我们的生死门户。咱谁离家来，当你离家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方寸宝瓶。咱伫外口有足侪方法修行，人讲法门千千万万，但是到尾拢归于咱一点。所以咱若学足侪法修的法门，不管你着回归到你的本位，甲回归到你的心上，今仔日来到佛堂，啥物人带你来？啥物人带你来？有个人讲着阮因师打电话甲我讲，叫我来遮听课。其实来是你的真的带你来，你若无真的，你无法度到佛堂。所以你的真的带你即个假来到佛堂听道理，是因为有真的伫，所以你才有法度来。所以学足侪法门，不管你就是同归在这个方寸法当中。河沙妙德总在心。咱做者行功立德的，即个行功立德的行为，不管拢伫咱的本源因缘，咱的心里面去做出来。所以心所现，色所变，其实咱的心量所现出的一寡现象，就是若无心的作用，伊显露袂出来。所以拢是咱迄个心。一切万事万物为心所现，色所变，心色心色。因为有当时咱世俗咱讲，我听人讲，你做人真心色，安那心色，变化多端啦，叫做心色啦。为虾米？足侪物件拢为咱的心所显露出来，这景象。但是由咱的色所变化，千变万化。比如讲，咱就看到外口，足侪树木，足侪大人。其实，如果若你的心无去甲伊显现这物件，这拢无，迄嘛伫遐。如果我的心底里，你装不下那个师傅那么大但是我今仔坐高铁，对遮沿路甲看风景安尼遐，有调理我的心。如果我的心显露出来，如果若无显，这拢无。迄拢外口完全嘛是伫遐不动啦，所以动咱心会动。所以老祖甲咱讲，伊讲有两个回事，即马到底是鱼仔咧叮当，还是风咧叮当？伫遐咧静甲咧是老祖甲因讲，伊讲人者，毋是风动，也毋是反动，是人者心动。所以是咱迄个心咧作用咧，毋是外口咧。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回归到咱的本位，就是咱的心源的所在。安尼你去甲伊反自在。外口的景象依然大楼就是大楼，树木就是树木，无住在你的心的时阵，这拢是也咱无关系。所以有当时咱看咱咧做咧翕相，迄个翕相机翕着，他们就讲迄个相出来啦。但是你心若无，迄个就无啦。心若显露出来，迄个就有。所以有当时相片相片要互咱看片段叫做相片所以对遮来讲，咱去管理咱的心念记录。第三，学为道二日顺应三界无，以观照中体无自性的本来以入道，咱就学着依着一指下这个故事来甲咱做一个表达。其实有一天，这个智子禅师呢，伫咧五华山，伫遐咧人讲打梦想的时阵就有一个实际70几9年来访道，就问到智子禅师讲，智子禅师请问佛法的大义，我法大义
那即使产生伊听，因啥物叫佛法大义毋知啊。啊，我修行修啊久啊，即个比丘尼来参访我，若毋讲佛法何为佛法大义，听袂晓用。啊，你看即个比丘尼，佮再一次甲伊比问，啥物叫佛法大义？伊真正讲吼。迄目头干干的，讲我真正都毋捌，哦，要安怎？我很惭愧，很惭愧就对啦，哦，所以呢，即个比丘尼呢，无奈吼，无依无依就走啊。那么这基础禅师呢，真惭愧，伊讲我真正是有遮久啊，啥物叫佛法大义毋捌，嘛毋知啦。所以甲迄个信念起来讲。安尼吼，我看我换山我住袂落，我爱出来去风书问道啦。所以迄个念头起来时阵啊，做迄暗咧，迄个山神咧甲伊托梦啊。伊讲吼，你初发心吼毋通提啦。哦，经过无偌久的时间咧，就有一位菩萨会来甲你说法啦。哦，那即个基础禅师起来吼，讲吼是安尼吼。然后伊就记个吼，经过10日，那么有一个行者叫做天龙禅师，迄个行脚去到五华山，即个基础禅师就甲天龙禅师讲即个经历互伊听，即个天龙禅师嘛无奈嘛无法度讲啊，这物件，伊就手比起来，一支镜头比出来。东海智禅师就开悟啊，所以今仔日咱这受书印记的事情，伫较早一直上就甲咱暗示呢。所以咱今仔日会当逢着三则大开普度的名书甲咱指点一条明路，这是非常的可贵。然后你内底故事搁继续所以这个禅师呢就离开啊，离开了，你敢知迄个智禅师？只要人访问，要来访道即个真讲行者呢，伊拢无甲伊讲啥，共款手枕头比来，真正呢来访问的即个心灵拢逐个开悟。所以有当时咱感觉讲，不可思议啊！为虾米安尼比一个伊就知？较早的上宗你知？讲到他的协会但是点一个，伊就开悟啊！所以有当时就道本不能言，咱后仔拢一直一个疑问的然后最主要，咱下骹要讲迄个故事，他有一个小三味的弟子嘛，爱看师傅大家来问，访道的时候，伊拢一记出来，人就开悟，尾即个智禅师就去游山玩水，你知？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僧人要来访道讲问看智禅师有什么法要那这个小沙弥呢就甲伊讲伊讲阮师父拢无甲我教啥但是伊就学英语，你知道？伊嘛点学英语，甲伊讲，阮师父智禅师的法要就是这个镜头闭起来一直禅，竟然那个也开悟了。所以这一直禅真的不可思议。那么智禅师游山玩水，等来了，那这个小沙弥就一五一十的甲这个智禅师来报告。那智禅师就甲这个小沙弥讲，就叫来讲，啥物叫做佛法的大义？伊讲无，啥物叫做佛法？你知影？伊讲伊知影。知伊讲，啥物叫做佛法大义？佮讲唔知道，伊共我手指头佮比起来，因师傅咧，当下就介着对个镜头甲切断，哇！迄囡仔小沙弥听到要死，讲，佮讲唔知道，啥物叫做佛法？当伊咧比镜头的时阵，镜头袂赢，当下就开悟。那这个意思就讲，迄个小沙弥是妄想，迄个甲伊手镜头倒起来，就是要去掉他的妄想，他的执着。所以有当时我们人当他切掉了手指头，他很开悟。
而且甲咱寄就是讲，今仔咱受书一记，它的书圣点在以心传心，不是有形象，但是今仔咱受书一点是济公老师叫天意下面来甲咱指点，所以书信的所在伫咧遐，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当着即个大开古道时期，会当互咱得到即个大道。 这是非常无容易吼，所以对这个一吉祥的故事来甲咱启示，咱即马3期末检验受书一吉的书信，真正甲伊显露出来，重点就是咧点道，求道啦。那求道了后，其实你无求道，伊嘛是咧修啊，但是你无法度超生了死啊，你无法度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殊胜点，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核心在哪里？ 接受名师一指点，能够超生了死，能够离苦得乐。但是咱讲这个专有名词，但是落实去做，咱有人讲啊，我们去放弃。去放弃啊！伊讲恁求道拢毋是讲得到三宝会当超生了死，脱离轮回吗？是啊，无对啊。你搁叫我去上课要做，我毋免上啊啦。 就得到会当超生了死啊，脱离轮回啊，我干来上。所以有当时就讲，咱伊就无出来啊，毋过听着就是安尼啊。咱要去甲伊方针，就是你要甲伊说，为什么会出来？咱去学校读册，先注册嘛，报名注册嘛，毋过就无去读，无去读，伊个证书敢摕会着？无法度呢。所以即期叫做成日离后修啦。 成日离后修，一定时间已到，歹势咱药啊，就甲伊做一个结论啦吼。我的孙孙甲咱讲，老师甲咱自训甲咱讲，修道一步一步行，今仔日一步一脚印，我们好好去做吼，修道一步一步走，道理一点一点听，道理咱一点一点听，脾气一项一项讲，其实大家拢有脾气啊。 毋过我感觉讲潜移默化，足侪坛主较早是做歹啦，但是嘛已经慢慢一项一项改，礼节一项一项好。甲我讲参师教、走偏了办道礼节、开班的礼节，咱一项一项好，一遍一遍好，先书一工一工做，咱爱发挥上修。为虾米？就学除了讲伫道中，伫外口咱嘛爱做好事。 很多的多数团体们去帮忙，为师各立成分优异所以这是和参出来讲一大堆耽误大家时间就报告到这，有可能讲了不足的所在，是冒犯各位的所在呢，请咱先不下，咱叶老师各位建议，咱就来支持。那以上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都如红遍，谢谢大家。